个小把放在一起组合，有没有？有。反正加一个小把都要绑紧，都要组合，都用这个大的铁丝。好，现在我这个2个好了。呀，马来跟我搞不掉。好，这边如果再绑的时候有没有？再绑一个，你要给它2公分的一个距离。然后呢，这个要绑好的时候，又再放下来一点，它就会慢慢这样子多啊。你看那个老师那边的哈，来那个扫把给我一下。好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来了，今天第一个要2个组合，你再放一个，差不多要2、3公分，有没有？你加一个就要绑起来。再加一个要组合起来哈，再加一个就绑，最后就剩下手把。到手把的时候再问我，现在先用这个。好几公分的。啊？不是要看这个，你拿的时候你要先数，在里面溜溜。要几次？因为它很硬，一次就好了，对，对。几点吗？3点吗？3点5。今年